軍咧就係第6、第7線，咁至於海軍隊第3線咧就係第2。望一望呢個肥龍隊先，一啲都唔肥喎，肥龍隊喺呢個銅杯賽裏面咧攞咗個第1喎嚇，好恭喜晒你哋啊！都冇一句啦，係以最後裁判、終點裁判嘅公佈成績為準。好啦，卒之咧，等佢8個龍舟咧都係垂直嘅起點開始啦。咁你係邊一支龍舟隊嘅有關係嘅擁躉咧？咁不妨或者打氣，佢哋聽到啦嚇。好，咁一開始咧，我哋成日講啦，呢一組嚟講咧，其實最大熱門咧就係呢個嘉樂飛樂喺第4線嘅，咁另外仲有第5線嘅怡和體育會，聽個名都知啦，係體育會嚟嘅，咁亦都咧就係集中訓練一段長嘅時間。暫時見到嗰個浪花唔係太多，咁似乎都係不斷用力嚇。咁頭100公尺咧建立嗰個龍舟係離水個速度啦，開始落獎就係唔知，哇！我聽到岸上有啲青少年擁躉咧就為佢打氣喎，打得好齊整。大家考考眼力，邊隊領先緊？冇錯，望出去咧應該係第5線，怡和體育會啊，右手邊數去第5隻係領先緊嘅。當然佢好小心啊，望住咧就係佢嘅左手邊。4號線嘉樂飛龍啊，兩隊都知道咧，就對方係好強嘅。但係呢邊咧見到第2線啊，A 仔同學會咧突然間有隻標上嚟喎A 仔同學會咩意思啊？你問一問。最左手邊嘅袁海龍啊，喺最後嘅300公尺咧，仲有100公尺加力嘅袁海龍第8線，左手邊就一隻上咗嚟第1㗎啦。跟住咧就係有第4線嘅嘉樂飛龍。再跟住第2線嘅 A 仔同學會，好勁啊！後邊好犀利，呢個冇力啊！最後10分鐘冇力，第4線嘅嘉樂飛龍114，嘉樂飛龍到第2線嘅 A 仔同學會，嘉樂飛龍贏啦！跟住咧就 A 仔同學會，原來嗰個後邊係咁勁嘅。我就朋友，暫時我以目測，相信同大家睇到一樣，就係打緊會嘅升線，同埋呢一個嘅嘉樂飛龍咧，就係衝線成功，攞到呢組嘅第1名嘅，第2名咧應該就係2線，帶出少少冷門嘅 A 仔同學會啊。咁望落去咧，每一隻嘅龍舟用12個蛙手嘅名額，第3線咧就蕭培東同海軍隊第2嘅。咁呢組咧，暫時我目測咧，同大家睇到睇有冇出入啦。應該冠軍咧就係第6、第7線，至於海軍隊第3線咧就係第2。望一望呢個肥龍隊先，一啲都唔肥喎，肥龍隊喺呢個銅杯賽裏面咧攞咗個第1喎嚇，好恭喜晒你哋啊！都冇一句啦，係以最後裁判、終點裁判嘅公佈成績為準。Boris one, he's Stefan. 好多。咁以成績計咧，
當然咧，初賽獲得第5名嘅4支隊伍咧，較為係熱門，包括有第3線嘅獅冠中華海參隊，第4線嘅九龍中醫院聯網，第5線嘅金門建中，第6線嘅科德堡嘅。咁我哋望出去咧有暫時少嘅意外啊，反而咧就係最左手邊第8線聚星龍同埋左手邊第2隻嘅香港飛機工程公司嘅地龍咧，似乎前段唔錯嘅，咁中段之後嘅力量可唔可以維持啦？好，睇下邊一個咧係衝線翻嚟，哇！真係